各位教育界同工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集係賽馬會有趣學中文系列嘅第12集。喺呢一集，我哋請陳老師嚟分享點樣運用圖書嚟幫助非華語幼兒有效學習中文。首先，我哋嚟睇睇一啲適合 K3 幼兒嘅活動例子啊。喺 K3-1，我喜歡上學呢本故事書裏面，老師可以邀請 K3 幼兒成為大哥哥、大姐姐，去幫助一啲新入學嘅 K1 弟弟妹妹學習點樣照顧同埋安撫佢哋嘅情緒，然後就返課室進行分享經驗。咁樣唔單止令到佢哋能夠加強語言嘅表達，亦都能夠培養責任感同埋同理心。喺 K3-2 外婆的節日呢本故事書裏面，老師可以安排小朋友去探訪長者中心，事前可以邀請小朋友製作一啲小手工，或者練習唱歌、舞蹈等等，去表演俾長者欣賞㗎。亦都可以邀請小朋友嘅爺爺、嫲嫲、外公或者外婆嚟到學校，去分享一啲故事或者生活嘅趣事，或者同小朋友一齊唱歌、玩遊戲等等。呢啲互動能夠加深跨代嘅交流，亦都令到小朋友喺真實嘅語言環境當中運用到中文㗎。喺 K3-3 熊寶寶的房屋呢本故事書裏面，可以安排參觀獅子會教育中心，或者帶領小朋友到學校附近嘅公園，觀察一啲小昆蟲嘅外形同埋特徵。透過觀察昆蟲嘅習性，亦都可以同時留意環境嘅文字，小朋友就可以將課堂嘅知識延伸到去生活經驗當中㗎喇。喺 K3-4 賣物會當中，學校可以舉行小型賣物會，請小朋友搜集可以捐贈嘅物資，亦都可以請非華語嘅家長去設置一啲民族特色嘅小攤子，例如係手繪、民族小布袋、特色小食嘅攤位等等。透過呢啲活動，小朋友能夠體驗賣物會嘅過程，學習中文表達之餘，亦都能夠接觸多元文化㗎。喺 K3-5 美麗的四季呢本故事書裏面，老師可以請小朋友搜集唔同季節嘅活動相片，帶返學校分享。小朋友喺描述季節景象嘅活動嘅時候，能夠加強口語表達能力，亦都可以一齊佈置語文角，將語文學習同埋生活經驗聯繫起來㗎。最後喺 K3-6 參觀小學呢本故事書當中，老師可以安排參觀小學嘅活動，並提醒小朋友喺參觀嘅時候留意一啲環境嘅文字，例如課室、洗手間、圖書館，更可以同小學合辦一啲小學嘅體驗週，等小朋友親身體驗小學嘅生活同埋流程，幫助佢哋做好升小學嘅準備㗎。當老師參考文本嘅教學指引嘅時候，可以留意以下幾點。第一，口語或者朗讀文字字詞嘅時候，可以根據小朋友嘅能力去調整加或者減。第二，口語句式同埋朗讀句式係分3層，可以根據小朋友嘅能力提供適當嘅教材同埋輔助。第三，請按教學流程去安排課節，咁樣就會令到小朋友得到最好嘅效能㗎。第四，活動按返小朋友嘅能力同埋興趣去調整，運用遊戲同埋多感官嘅學習方式去推行。第五，故事程序卡，請按小朋友嘅能力，鼓勵小朋友將故事嘅情節排序，同埋用口述複述一次。例如調整圖卡嘅數目，老師提示小朋友情節嘅次序或者內容，同小朋友輪流或者一齊排列程序卡等等，去增強小朋友學習嘅信心㗎。第六，評估小朋友能力嘅時候，可以多觀察小朋友日常運用語文嘅表現，評估內容亦都可以根據小朋友嘅實際情況去調整㗎。總括嚟講，呢啲活動設計能夠結合家庭、學校同埋社區，唔單止幫助小朋友提升語文能力，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升小學做好預備㗎。回顧整個系列，我哋從語言發展、文化回應教學、分層課程到評估同埋活動設計，我哋一步步探索如何幫助非華語幼兒快樂而有效地學習中文。12集嘅分享到此圓滿結束，但幼兒嘅學習旅程仍會繼續。希望呢一啲嘅資源能夠啟發各位老師喺日常教學當中
創設有趣同埋有效嘅中文學習經驗。感謝大家一路以嚟嘅支持，再見。